礼会迎祭，大家平安。这是礼拜时间都要到，请备办咱的心，请奏乐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。你用尊荣、威严做衫来穿，你穿光明，亲像外衫；天开天，亲像顶白。伊伫水中安搭，安伫伊老家的汤营，用云做伊的车，用风的势来行，用风做伊的使者。用焰火做伊的炊用，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，互伊永远无摇拽。请掀开圣诗84首，圣诗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欢喜，我来迎喜，顺向的前路主，主的真天地，天天起端辛苦，后边我的主，这是。
不等到万岁，爱给满雅集，我罗主兄弟，我三那我三那爱比别红诶。咱犹原徛咧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临来受苦，定是第四埋葬人骨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这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用。28篇，伫个圣诗的后壁面1049页，1049页。若显着，我来刻，恁来印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，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人要当甲我安怎？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，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，起厝师傅气煞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愿求你，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着野手机参加庆典，有幸来到这段世界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的上帝，感谢你的信息甲独一的听。伫我林仔的大声，你已经先听阮；伫阮生活的每一时刻，你拢看过。你知影阮的优点甲缺点，嘛知阮的软弱甲惊吓。感谢你毋捌放弃阮，嘛感谢你为阮备办的计划甲应允，互阮伫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有盼望。早伫地，即嘛伫地，永远搁伫地的上帝，你是配得学乐甲感谢的。愿你的圣灵继续看顾阮众兄弟姊妹的每一工，献上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我要来报告，伫个周报内底第4页，本会消息第1点，本主日为中秋主日，以教会节期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受难周。敬请大家尽量撇开喜庆甲旅游，照着灵修甲主同行苦路，搁较深的体会基督为咱受苦的意义。本主日下晡3点，
高北区伫咱本会敬拜中心要举办高北区联合圣餐礼拜，请咱兄弟姊妹大家踊跃参加。第二点，下主日上午12点，伫3楼的会议室要召开职堂组的会议，敬请以下人员出席参加：陈建甲牧师、潘志和牧师、傅招埭长老、余海平长老、刘明清长老、彭立中长老、于慕元长老、邓维仁长老、黄鼎燕执事。第三点，2022年的本会受男酒甲各偌济纪念的庆祝活动如下，敬请兄弟参加甲带到。伫个4月11甲14，拜1甲拜4的下暗8点有受男酒的祈祷会，地点伫富堂。4月15，暗时8点受难日的礼拜，地点伫主堂。讲师是林采琪牧师，伊是韩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师。4月17礼拜日，下早时6点，母囝教会联合朝阳礼拜，地点伫万中港的台17线，就是伫个全联的斜对面。4月17礼拜日上午10点，各偌济蚵仔甲圣餐礼拜，地点伫咱的主堂。下早8点，第1场的台语礼拜暂停一届，正宗的华语堂10点照常进行。第4点，本会定伫个4月24日举办2022年的雅乐礼拜，地点要伫个九族文化村。咱的费用成人一个是1400块，就是读国小起哩，甲大人共费用。啊，佫有保佑票，一个是1100块。就是3岁到6岁的儿童，65岁起哩，也是孕妇，也是你有摕到身心障碍手册的，这一个是交1100块。你若未满2岁免费。毋过你爱无占车位、无用餐、无挂门票。咱所交的钱的费用有包括车主、保险、九族的门票、甲日月潭的缆车、甲暗顿。教会会友每一人补助400块，互助社的社员每一人补助200块。那目前阁有几位的名额，有意愿的姊妹兄弟请洽询办公室。第5点，下主日4月16到17是咱各偌济主日甲圣餐的主日，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备办心，恭守圣餐，同沐主恩。第6点。本会拜六下晡3点到5点半家庭探访。4月16拜六，探访的对象咱有标麦秀英姊妹、陈怡兴姊妹、刘定书兄弟、孙光德兄弟、郭福庆兄弟。探访的牧长有陈建甲牧师、区招埭长老、谢宝玲长老、邓维仁长老、周美惠执事、吴芳惠执事、陈学良执事。第7点，110年的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立完毕，咱请兄弟到公布栏查询你的收据号码，较来办公室排队索取。为着要避免你等伤久，咱伫个周间嘛会当去到办公室洽询。具体消息，第1点，互助社第1小点。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，伫地下室要召开理监事会，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。第2小点，不动产的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息1.8%，欢迎社员有意愿要贷款的，也是要转贷的，请互助社洽询办理。第2点，咱真爱人关怀社会定伫个4月初7。每礼拜4上午10点10分到11点要开课，咱的费用一个人1个月是250块。欢迎咱本会满65岁起哩的会友是免费参加，也毋过是无重复补助，而且你阁爱需要注2剂的疫苗。欢迎咱办公室的市金会姊妹报名参加。告解消息，咱请潘牧师。台南圣堂院定伫4月26拜日，
伫即个德和教会举办教会节期甲礼拜应用讲座，欢迎长老、小组长甲同工办公室报名参加。第二点，高雄中会顶伫4月30拜六早起9点到下晡4点，伫本会的敬拜中心举行迈向100宣告10年的宣告大会，名额是限400个人，欢迎教牧、传道、长职、小组长报名参加。若是长职参加的比例有真悬第1名有奖金啦所以请咱的即个长职大家一定爱来做伙来参加。以上。这是咱要三角公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1章，马太福音21章白话语字25页，台语汉语本25页，和合本29页。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。因行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甲橄榄山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两边会拄着一只驴绑地，有驴仔伊伫地透开，牵伊来我遮。若有人甲恁讲啥物，就着讲主欠用伊。伊念伊要送伊来，即个事情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，讲着甲孙的查某囝讲，你的王来就近你，温柔搁欠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。第6节，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因的去行，牵驴甲驴仔来，将家己的衫除伫因顶面。耶稣就起哩徛，众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，有的插树枝铺伫路里。前后队的众人话讲，大笔的号的和散那，伫主的名来的得着欧乐，伫至悬的和散那。第10章第10节，伊入耶路撒冷，通城摇绝，讲：即个是谁？众人讲：即个是先知耶稣，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好了，咱要请妇女献歌队。
那么请潘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不要认错了，台语应该是唔好认对伊哦。各位在平安，唔好啉着去哦。早前伫台北车站吼，就是迄个时阵手机无遐方便的时阵，大家要出门去去啥物所在，拢会足伫台北车站。啊，然后就甲伊讲，我是开啥物色的车，啥物牌的车来就是拢约定好以后，去到台北车站吼，到几点的时阵会到？就伫遐迄个所在稍等，因为迄个时阵无手机啊，所以若是看到识着搁即个车牌吼，讲迄个车的迄个牌子着吼，讲福罗啊还是 Toyota， 看到就紧甲坐去哩安尼啊。就滴到讲安尼有真侪笑亏啦吼，就是看到迄个色甲迄个牌啊，甲迄个车吼共款吼，搁甲坐去哩。通常吼，我甲坐去，大家拢会踹一条，大家拢会惊吓讲，你啥物人？因为坐毋着车，但是到落尾就是讲到伫台北车头，即个情形定定咧发生，大家都无爱。若是要出去，就无爱烧少伫台北车头迄个所在，因为迄个所在人甲车真济。总是讲有一届我坐毋着车，因为迄个人我嘛毋捌。了伫台北车头坐车的时阵，结果上车伊也无讲啥，我无讲啥，讲好啊出发，伊就出发，结果甲我带到即个三峡的山区。我讲这啥物所在？你毋是要来遮？我讲毋是你敢是忝的？我毋是，我是潘的。对毋着人，啉着车当然是落尾，结果去到去的所在当然嘛毋对。所以咱所认捌的耶稣基督，以及咱所敬拜耶稣基督，若是你认咱，所以讲我伫有教会祈祷，我伫教会聚会，我有伫教会出入，我有教伫讲服侍。总是咱若是认捌耶稣基督是认捌毋对的，咱当然结果就毋对咯。所以这认捌耶稣基督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。咱对安怎认捌上帝，咱都有啥物款的信心？咱有啥物款的言行？搁有啥物款的即款的生活的方式？有一届我开车出去，因为要去即个会友厝里做家庭礼拜，伫庄卡所在，然后伫要卖户吼，因为迄天有真济事工要做。然后我要去做家庭礼拜时阵，时间伫要卖户，所以我开福音车开足紧，落尾互警察甲我抓落来以后，头个门教落来，伊就讲：哈，潘牧师是你吼？我讲嘿，是我真歹势哈。伊佫讲无啦，因为我看到福音车安尼乱开，我想讲福音车用偷开吼偷。结果是牧师正牌牧师咧开，但是开敢若贼大共款，敢若偷摕车的人共款。所以我是真见笑吼，就是讲咱的身份，而是讲咱的咱所敬拜耶稣，有时是毋是咱所做，互上帝眼光，还是互咱家己感觉真歹势？咱真正有认着咱所敬拜耶稣吗？咱真正有认捌咱所敬拜的上帝吗？咱敢真正知影伊爱的是啥物？还是咱拢是掠家己所爱的伫上帝面头前？咱伫圣经当中看见，咱定掠咱家己所爱放伫上帝面头前，咱会下愿，咱会祈祷，咱会向上帝祈求。总是咱敢有人知影讲，耶稣基督伊所对咱要求是啥物？咱定掠家己做中心，定掠甲上帝祈祷。若掠家己做中心，甲上帝祈祷的时阵，咱永远对上帝是无信心的。因为若是无照咱家己的祈祷来伫正的时阵，咱就讲哇，这个上帝是毋是无听我？哇，这个上帝是毋是无照我所讲的去行？哇，上帝是毋是无照我所祈祷去行是影？因为咱是掠家己做中心，咱毋知影上帝时间，咱毋知影上帝计划。咱毋知耶稣基督伊所要求的是啥物？当然，听的上帝会照咱祈祷，照伊所要行伫咱身上的恩典来成就咱所祈祷的代志，比咱所想的搁较好，比咱所想的搁较紧，
比咱所想的搁较有效。我过去常常看见有人伫基督会当中，我还未讲道，上帝就甲医治啊；我还未唱歌，上帝就甲医治啊。上帝所做的代志，比咱所想的、比咱所求的搁较紧、搁较好。这是常常咱活伫这恩典当中，咱就定定掠家己做中心，毋是掠上帝做中心。这个人咧欢呼好善啊、好善啊的时阵，因敢知影耶稣基督是虾米款的君王？这个人伫欢呼好善啊、好善啊的时阵，伊敢知影耶稣入城以后，伊准备要钉十字架。这个人看好善啊、好善啊，这个靠主名来君王是应当爱称赞的。因敢知影耶稣基督这个君王，毋是用武器，毋是用这个暴力，是用温柔甲疼来起作冲上帝的国度。直到因咧看好善啊的时阵，因毋知影因所发言的耶稣是虾米款的君王。到三甲以后，因却看好善啊以后变做看，甲钉伫十字架顶，因为耶稣互因失望。入城以后，因就目睭直直看，哦，那是正月去到罗马的兵营当中，耶稣骑驴去攻打罗马的兵营。安尼，伊就是阮心中所想的迄个大官能的君王啦，要来偷放耶路撒冷的啦，要来互阮得到自由的啦，伊就是咱所期待基督。总是耶稣基督入去城以后，倒挖去到圣殿当中，咱要看见圣经内面讲，伊是去清气圣殿。直到所有人生气，法利赛人生气，祭司生气，伫迄个所在做司理的人生气。住伫耶路撒冷当地人，遐个人生气，伊破坏人的经济制度，你破坏人做的投资啊，你破坏人伫迄个所在，伫圣殿当中做买卖啊，你应该去攻打罗马的兵营，毋是来攻打家己的圣殿啦。总是耶稣基督入去圣殿当中，什么人有权利来清起伊家己的厝？就是即个家的主人啦。伊会当摒扫，是因为伊是主人啦。耶稣基督是圣殿的主人啊，所以伊入去看伫讲，早前所罗哇感动所罗门所起的圣殿，打这哪会变做即个形？我感动即个所罗巴伯所起的第二个圣殿，今仔日哪会变做即个形？伊心艰苦，所以来清起圣殿，为了要恢复，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你就要恢复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摩根牧师讲一句话，美国的摩根牧师讲一句话真有道理。伊讲啥物？伊讲人若是甲上帝好好，就会得到真正平安；人若是甲上帝无好好，就无有真正平安。人就爱甲上帝好好，爱清起咱家己的圣殿；人就爱甲上帝好好，咱就爱清起家己的所行所讲所做，以及咱的头壳内面所想的代志。咱真正敢有掠上帝做咱家生命当中的主，还是咱掠咱家己做咱信仰当中的主，还是咱掠世界价值观做咱生命当中的主？所以当门徒咧，即个好善那之日，毋但伫即个所在用两个青梅伫路边看见耶稣，喊好善那，好善那，代表的子孙，请解救我。代表的子孙，请解救我。边个人讲点点无出声，因愈来愈大声喊话：好善那，好善那，好善那！这字的意思就是解救，求你来解救。伫旧约当中就是求你来解救，但是到新约当中变做是欢迎君王来镇压啊！君王来要讨棒啊！因为伫200年前的马加比的王，伫这个马加比独立运动当中。镇压叙利亚这个国家，所以因伫这个镇压以后，因就摕樟树枝，然后大声喊话：好善那，好善那！已经镇压，已经独立啊，已经上帝国，已经临到耶路撒冷啊。总是毋是安尼？伫马加比的这个统治之下，搁较残忍，搁较痛苦。咱毋是咱迎接一个新的君王，还是讲地上用武力，还是用暴力，还是用无共款的这款的方式来统治这款的君王？咱敢真正有明白耶稣基督伫咱生命当中所做的代志？
伊是要带来和平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安静。伫混乱的世代当中，互咱会当得到安静；伫混乱的世代当中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平安。无论外口安怎做风台，若是树头果无栽，咱就毋惊做风台，敢毋是？但是咱的信仰根基若是好的时阵，咱是袂惊吓。总是我嘛惊吓。我说你讲到安尼，你敢真有信心？讲实在无信心的。我要坦白讲，莫老实讲。无想着若是聊啊安怎，我就是心内我就皮破臭，我就惊甲哇！伊即马阁腰骨疼，敢是伊腰骨到啥物所在出问题？哇！伊腹肚疼，真是无长，阁来是即个胆啊！伊若腹肚疼，敢是安怎？啊！结果有一摆我转去的时阵，我拢会叫我牧师娘讲，牧师娘，结果无讲啊应了，我讲啊应，我就哪囥物件，因为对外口转去，疫情遮严重，一定要洗手，一定要换衫。我伫客厅互你叫牧师娘，哎，伫房间拢无讲啊应，牧师娘。我说了，结果我衫换好，紧走入去看，敢会出啥物意外？敢会跋倒？敢会昏倒？敢会安怎？家己心内在想。搁我甲叫的时阵，吼，拄困啊，拄好，你啊叫大声声创啊！若是无，我常常都讲啊，因为伊的身体是安尼，伊这段时间真辛苦。伊手术线挂磨断以后，差一点仔袂当醒过来，所以我会惊。总是若是上帝常常甲我讲，常常甲我保证讲，我甲你的牧师娘三个伫地，我甲你伫地，我平安要手术互你，我会顾惜你，我会帮助你。这是平安，就是看种化平安啊。所以，若是有参加早祷会时阵，常常听到牧师讲，请咱为着咱家己的家庭求平安。若是求以外以后，咱嘛要交托互上帝，咱相信上帝真正手术互咱平安。咱真正相信上帝真正手术互咱平安啊！所以咪定逐工拢不安啊！咪定逐工就将咱所拄着的这困难放啊足大。这点，互咱心会平安的耶稣，伊顾惜咱厝里的人。所以有一摆，寇山牧师伊的病足重的时阵，医生一下甲讲，可能是这个病，可能是迄个病，可能是遮出问题，可能是遐出问题。我毋知啥物所在出问题，医生甲讲，寇山牧师，我毋知啥物所在出问题。总是我确定是癌症，伊心内惊，伊毋知要安怎，伊敲足侪通电话交代真侪代志，然后伊开车开到因妈妈的住的所在楼骹，坐伫咧车顶等因妈妈1点钟，因妈妈迄时已经真老啊，等即个人来甲即个因厝里的即个帮站的迄个看护，对，看护迄2字吼，我煞临时台语毋知要安怎翻吼。看护啊，听有啦吼，昨去探访啊吼，一个阿嬷讲，阿嬷你敢捌我？捌多，你潘牧师真好啊！你敢知影我讲倒一场？伊讲台语迄场的啦。我讲哇，会记得甲我讲台语迄场的。真好安尼啊！然后我就讲，毋是干那讲台语迄场啦，是讲我阁有伫敬拜中心讲华语迄场吼。伊就讲，对啦，台语爱练啦，传统爱顾啦。像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吼，我家己咧想啦，因为陈牧师有讲台语发音爱标准，所以
有时我咧准备这个讲章的时阵啊，我家己嘛真爱笑。我家己咧练习的时阵，我嘛真爱笑。有诶音发出来吼，无正无顺，家己听会出来。总是有诶时阵，有诶长辈真高共鼓励，知无？阿嬷，你敢听我讲诶台语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听有啦。总是吼，我家己嘛知影讲，有诶时阵我所讲诶台语，迄无标准吼，大家请原谅啦吼，我会慢慢啊练习啦吼。啊，就排较侪场诶，我就开始练习台语啊，对无？哎，会当排我较侪场诶无？哦，啊，恁咧笑代表恁诶心好。啊，所以就讲哦，考山牧师就伫遐等一点钟，看迄个看护甲伊妈妈杀出来，搁杀转去。伊实在艰苦，伊讲煞来要安怎？总是上帝有一句话甲讲，就算讲你伫诶，就算讲你伫诶，又搁安怎？咱无法度顾咱所有厝里所有诶人啊。我为着家庭祈祷，常常有人甲我共款。我为着伫北部诶，我村里诶人祈祷；我有伫为着美浓诶，阮村里诶人祈祷；我也为着牧师娘甲我来祈祷。因为咱心内在意，所以因为咱心内所疼，因为咱心内关心，总是伫远诶所在我都顾着诶时阵，咱只有为因祈祷，求主来帮助，求主来保护，求主来看顾。这是咱正做基督徒一个真好诶恩典啦。所以上帝照我所祈祷，阮爸爸已经70几岁，70通啊。伊即马阁会当家己开车转去花莲，啊，规身体阁真勇健。这是上帝互我真大诶祝福。我毋免担心阮爸爸诶身体。毋免担心，阮爸爸伊诶即个生活，我有真好诶即甲照顾，这是上帝互我真大诶恩典。所以刘兄这毋好认唔着，咱来认着上帝，伊要爱诶是啥物，伊要做诶是啥物。所以咱看到今仔经文讲，伊讲啊，已经过到耶路撒冷城附近诶即个村仔头诶时阵。耶稣就找伊两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城连边有会拄着一只驴伏伫诶迄个所在，甲驴仔，所以有几只驴啊，2只嘛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囡仔嘛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伊就讲吼，偷开牵伊来我遮啊，若是有人甲你问，你要创啊？伊就讲主要欠用伊。伊念物要送伊来啊！啊，这吼有人就讲哦，上耶稣用伊的这个超能力啊，哦，知影讲这个远远的所在有2只驴，所以找伊2个学生去，将这驴牵来，为着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，总是毋是安尼啦？你若是去共偷，拢无交代吼，去共偷牵人的驴来吼。迄互报警察掠去咧，迄会互拍呢。这吼伫圣经当中已经讲是啥物？耶稣已经交代讲好啊，讲好，早就交代好，去将这驴牵来互我。耶稣敢有甲你交代啥物代志？无吼，耶稣有甲你交代无？耶稣有甲咱交代，咱应该爱注意啥物代志无？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，讲若是要真正活出信仰来，有时咱看见即马3月份咧小妈祖的时阵，妈祖咧出巡的时阵，哇，因真有热情哦吼，因为因当伫迄个所在咧练身体啦吼，练骨头刚的身体，哦，咧练拳击，啊，所以讲吼。但是你看别款的即个伫电视中你看别个所在有真侪人咧迎妈祖，甚至讲伫远远所在就规个踮咧即个正桥骹吼，软桥骹，啊，佫有学校的老师拍鼓，一直拍鼓邀请即个妈祖爱入去因的校园当中，啊，所有的学生拢跪伫迄个所在，准备。要弄妈祖的桥骹，叫妈祖真正
去到迄个学校当中，互所有小朋友拢软脚骹。我也看见讲一个妈妈抱着伊病真重的一个小朋友，伊抱着迄个病真重的小朋友，跪伫咧路中等咧软脚骹。徛伫宗教的角度来看，因对伊的信仰真认真。但是咱对咱的信仰敢有认真？所以有一句话讲：真神假拜，假神真拜。咱对上帝敬虔态度，是毋是将伊当作是上帝来敬拜？透过耶稣伊的教导，伊无爱，伊清楚讲，伊无爱外在即款的敬拜，伊爱内在的敬虔。伊若是要外在即款的敬拜，伊就是讲好，恁看搁较大声的，也装手机，将衫铺伫咧路上，然后你大声喊讲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恁继续喊，我就是要爱这。总是耶稣无爱的是，就是无爱这。伊爱啥物？伊交代啥物？大使命啊，传福音的历程啦。将福音传到咱信仰生活当中，毋是用喙去传，是咱的生活去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，互人会当了解讲你是基督徒，然后会当跟对你来教会，将大使命放伫咱的心中。耶稣所交代，毋通讲耶稣无交代，耶稣已经有交代，耶稣已经有交代，将大使命放伫咱的生命当中。然后伊的学生牵来，将这炉牵来时，将伊的衫伫厝伫即个炉的顶面，要互耶稣坐。耶稣敢有爱咱奉献啥物？耶稣爱有咱奉献啥物吗？有啦，耶稣有爱咱奉献。耶稣爱咱奉献，咱的对主。疼人的心，大改变是啥物？爱疼上帝，爱疼手边亲像家己，敢毋是？这才是真正上帝爱咱奉献的。落尾因牵即个路行到迄个所在时阵，因将衫铺伫个地面上，也装上去欢迎。意思是讲，有一条新的路，一个君王的路，一个新的路。要来到耶路撒冷，欢迎新的君王来这个所在。然后耶稣入去到城里当中，有人就来问讲：这人是一罪？众人就应讲：这人是先知耶稣，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害啊！这个答案是上歹的答案。因将耶稣当作是先知，伊将耶稣当作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人尔，伊无真正甲当作是基督来邀请来欢迎。耶稣的要求是啥物？咱会当明白伊，成做咱生命当中的主。所以有一届。牧者祈祷的时阵，陈牧师就提醒讲，四维空间就是咱的头壳所想的。咱若是认捌真正认捌上帝，咱较有信心。咱所讲所做都无共款，咱所行所做都无共款。咱的头壳敢有真正认捌耶稣？咱的心敢有真正接纳伊进入来咱的心中？咱敢有做出互上帝欢喜的代志？有即个一个后生吼，带因爸爸去食饭，因爸爸有留下退化，伫食饭的时阵就胃甲规个啊，大家看因爸爸咧食饭的时阵，手安尼皮皮抓到，就说摕你要啉汤无？迄汤车较汤就，到喙拢无半喙啊！然后要扒饭食的时阵，这猪摕起来。哎呦，拢食无半喙，拢胃甲规个。因后生吼，就伫迄个所在吼，慢慢饲，慢慢整理，慢慢就来照顾伊的爸爸。只要有人看见迄个阿公食饭吼，
所有餐厅的人拢挡袂牢，哎呀，真太高，真畏缩，畏甲规个安尼啊，惊死人啊！但是呢，阿公已经退化，用的要家己摕，用的要家己食，食无几喙，去圣地食无嘛，腹肚枵。然后伊的囝就慢慢耐心甲饲饱以后，家己较紧备一碗饭，然后带因爸爸去便所洗清气以后，甲因爸爸换新的衫，行出餐厅。原本所有即个餐厅内面所有的人拢咧气嫌伊的爸爸。哎，这老仔出来食这高级的餐厅要创啊啦，浪费人的钱啊！伫厝里食就好啊啦，哎。讨厌来这个所在食饭，看到这食袂落。到落尾，伊行出去的时阵，所有的人伊要去介绍的时阵，因餐厅的这个头家就讲，已经有人帮你结清你今仔日所食的饭的这个饭钱咯。然后伊这个囡仔错一条，这个后生错一条讲，为什么？伊就讲，因为你伫今仔日暗时，你做真好的模范，你教阮安怎食做一个后生，你也教阮安怎食做一个老爸。留意下这，咱爱真正明白上帝伊爱就到底什么？伊有交代你什么无？大使命。有你爱奉献什么无？大诫命。你敢有伫心中真正明白伊，真做真实的耶稣基督？伊徛如入去到耶路撒冷，伊用温柔的态度去改变。以前伫电视当中看见日本的警察，因咧巡逻的时阵是骑脚踏车，我就笑。哎哟，这日本的警察吼，人哪会较尊重啦？骑脚踏车，这哪有人来较尊重？总是吼，我有一位朋友对台湾去日本住真侪冬。我有一天我咧开讲时候，就讲起即件代志。我讲哎，恁咧日本的警察吼，足好笑，骑脚踏车。哎，上无就亲像咱台湾的即个警察，爱骑500cc 的，咧轰，迄人较会惊，对无？伊就讲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住过台湾嘛，住过日本吼。咱住台湾人，咱会知影讲，迄500cc，迄好看派头尔啦。你真正惊伊吗？毋惊啦。伫伊无对的所在，无警察的所在，你红灯去照直弄甲弄过。你惊是惊警察会甲你罚钱尔。但是日本的警察骑脚踏车，若是抓到违规的人，伊会用温柔宽免的态度，慢慢甲宽免，然后才甲开罚单。所以人对日本警察的尊重是出于心内尊重啊。毋是注意出对外在即个行行。因为即咱对上帝的尊重是出对内在尊重甲敬虔，还是出对外在的行行，还是做一个行利益。千万毋好啉毋着，千万毋好啉毋着。咱所赢即个君王，和平温暖的君王。所以来，咱即礼拜咱是咱的受难周，逐礼拜暗时咱当伫教会有即个祈祷会，欢迎大家做伙来，咱做伙来一站一站来看耶稣基督受难的即个过程，伊所行的苦，伊所受的鞭拍，伊所受的即款遭遇，为着什么？为着咱真人会当得救，伊所流的血清去咱的罪。所以现在。咱这段时间真理受难周，然后咱嘛有真侪幸福小组，慢慢来开。我鼓励咱遮个福长会当先来教会，先来祈祷，会当先来求问上帝，咱会当将耶稣基督加在咱生命当中真实的主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段时间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疼痛。
愿主上帝，你搁一届你帮助阮。你有交代啥物无？有，你交代大使命。你有爱啥物奉献？阮爱奉献啥物无？有，你爱阮来遵守大诫命。愿主你帮助阮，阮真正来明白你。愿好会当伫阮的心来敬虔，我会当来勇敢对你来行。愿活出好的即款的信仰见证来。愿主帮助，愿主高手，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。阿门。回应诗520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继续爱为着咱的即个台湾的疫情来祈祷，也为着咱教会当中的长辈、长辈伊的身躯吼较软弱，也无法度去注即个预防针吼。当然啦，为着咱的长辈出力平安来祈祷，尤其最近的天气变化真大，求主来帮助咱所有的长辈，伊要来教会，也是讲伫生活当中，因为咱行好在无跋倒吼，因为长辈上惊跋倒。求主来帮助吼，阁有咱摒扫的阿姨吼，出车祸吼，所以讲骑学倒摆吼跋倒，所以咱来为伊来祈祷，也为着咱一个教会长辈祈祷，求主来看顾即个台湾疫情来赶紧来结束，然后伫后礼拜咱的受难周的即个逐工按时的礼拜，即个祈祷，咱来求关怀上帝。咱将所有的事工，咱将所有的兄弟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主帮助，求主保护，互咱的教会，互咱的家庭，互咱所有社会真正得到平安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，主上帝，阮将阮上帝，阮的教会，阮全部的一切都是，阮你各一个的帮助，祝你保守你所听的这个中国，祝你所听的这个。信仰长辈，愿主你各一届来帮助你，为伊得到真正的为伊得到真正平安。愿主上帝你来帮助过手所有的人。关系是不分的。
报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这是咱的受奉献，请即事受奉献。请起立吟奉献诗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爸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每一位兄姐有得发财的能力。主啊，阮嘛要将你所赏赐互阮的献上担保，要来正做教会圣工的路用。愿你甘纳献上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祝福车肯398首。祝祷，请潘牧师。愿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所授赐满满平安、福气，充满伫恁，直达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闭会，请坐，默祷。